然后这个项目准备在2027年规模投产。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呢，它是能给每年的焚烧生活垃圾是35万吨，然后是能发1.5亿度电，然后每年给秦皇岛市带来的那个营业收入是2500万美金左右，然后解决200人左右的就业。它基本的建成的情况是这样的，然后还留了个预期22公顷的原因是我们留了个预期的2期，它想建一个环保产业园，因为这个垃圾发电以后它有油渣的焚烧，包括那个蒸汽的使用、飞灰的处理，所以说总体来说这个地方能建立一个环保的产业园。我们闪电集团呢也是我们陕西省的一个大型国有企业，世界500强企业，每年的营业收入是300亿。现在有没有问题吗？有什么困难吗？没有大的问题。这个项目也都是我们陕西省，包括哈萨克斯坦的驻西安的总领事左奇汉先生的推动，然后包括咱们秦皇岛这个工厂这个项目，为哈萨克斯坦是非常需要的，所以我们肯定支持。好，谢谢主持人。再见。